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isa。娃娃 TV。最近常有一些同学私讯问我说，如果英文不好的话，也可以到美国来读社区大学吗？这个答案是可以的。如果你英文不好的话，你可以先到美国这边的社区大学读语言学校。这边其实有很多社区大学都是有附设语言学校的哦。其实我本人就是先到美国这边来读语言学校的。其实我的英文不算太差啦，就是我蛮不擅长应付考试的，所以当初我去考托福 IBT 的时候，我就考得很烂。那个时候我托福 IBT 的成绩烂到我申请一些没有语言学校的社区大学，全部都被拒绝了。他们就说我们很抱歉，你托福成绩太低了，我们不能收你。当时我的心里就说，完了，居然连社区大学都拒绝我。我记得当初我好像申请了4、5间社区大学，有2间就离我们家要搬过去的地方会比较近一点，剩下的就比较远一点。当时我就想说，我该不会最后我连1间学校都没有可以读吧？好在最后我收到一间佛心来的学校，他们通知我说，虽然我的成绩不够，不能让我读正式的课程，但是我可以先去他们学校读语言。我过去读了3个月之后，我又考了一次托福，但这次我考的不是托福 IBT， 这次我考的是托福 ITP。很多考过托福的人都知道 ，IBT 它是网络考试，它考听说读写4样。想当初我就是败在说跟写作。那个时候要我对着电脑里面的机器人说，我真的是说不太出来，所以就考得很烂。但是 IPT 它不一样，它考的只有听力、文法跟阅读，它没有考口试跟写作。ITP 其实我也考了2次，第一次很呕的是，我就只差了2分，我就可以上正式课程了。第2次的是，我觉得我很厉害，我刚好就考到它刚好可以入学的标准，1分不多，1分都不少。托福考过之后呢，我就直接可以去读他的正式课程。但我对那间学校很抱歉的是，我托福一考过，我就直接转学了，我就转到离我家比较近的一间社区大学，就是之前拒绝过我的。好，由于影片太长，我怕大家睡着，所以我分2集。如果觉得我讲解的不太清楚的话，都欢迎大家在 YouTube 的留言栏或者是 Facebook 的留言私讯我哦，我都会尽力为大家解答。还有下个礼拜不要忘记继续看下篇哦。如果你喜欢娃娃 TV 的影片，请按娃娃 TV 的熊熊来订阅我们，看更多的影片。点左边的影片，你可以看到 Lisa 教你如何在大学得高分的秘诀。点右边的影片，你可以看到 Lisa 告诉你为何申请美国大学 Personal Statement 会比 GPA 更重要。用手机观看的朋友，请看资讯卡，也不要忘记到 Facebook 搜索娃娃 TV 哦。